除了这海警船以外，咱的国防部也公布，昨有中国的军机飞来17抓，军舰是驶来8抓，而且也有个这6月26，中国会来执行火箭发射的任务，会飞过咱的防空识别区。另外，这清大台北政经学院是来发布2024国防评估报告，来检讨咱这几档的国防预算。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跨党派的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 （USCC） 组团访问台湾，甲总统赖清德见面。长期以来 ，USCC 都非常重视东亚的区域安全。面对威权主义扩张，我们深知强化台湾的安全就是强化区域的安全。台湾会持续负责任地处理两岸关系，并致力维持台海及印太的区域现状。也希望国际社会不应允许中国任意划设红线。I don't think China's just aggressive in this region, it's globally. And I think we are considering the broader context of how China is behaving in the world. USCC 去年年度报告当中，捌建议5个大厦应该伫美国本土训练台湾部队，来确保台湾军队接受美国军售时阵已经使用甲进行。因为中共继续武力恐吓，咱的国防部公布指示几天，查到14架的强机、8架强拦胶台，而且阁有个中国2人会执行载运火箭发射任务，飞行路线按算经过咱的 ADIZ。清大台北政经学院发布2024国防评估报告，针对咱这几年国防预算来进行检讨。你今年编了特别预算以后，明年就没有了。所以这种建军的方式啊，其实对我们来讲，对国家来讲，其实是一个不利的方式啊。朝实战化的方向来看，当然是绝对是一个正确。在一个框架之下的没有剧本，目的是希望尽量能够接近在实际作战会发生的状况。对过16年了后，现任参谋总长梅家书要甲立宪专案报告汉光演习，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表示不认同，不过认为汉光趋向实战化，也有严正去中心化指挥管制，落实作战规则，拢是好的方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